大家好啊！今日2025年嘅4月11號嗱，回歸之後香港至今就已經有5位特首各人咧就作風唔同，但係記憶中每屆政府咧都異口同聲承諾4個字：拆牆鬆綁。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日前接受報章訪問嘅時候，就話早前訪問北京嘅時候咧，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特別關注香港喺旅遊方面點樣推陳出新，特別係點樣用好海岸同埋海島旅遊。羅淑佩就話局方咧就已經制定咗啲短中期嘅方案，包括咧喺牌照等方面咧拆牆鬆綁以便咧海島旅遊增加一啲垂釣等活動。可以咧喺船上邊即場煮食，以提供即撈即捕即食嘅體驗。原來船上炒蝦拆蟹咧都先要拆牆鬆綁，解決呢個發牌問題。香港特區嘅事情真係天天都新鮮嚇。發牌制度從係咪需要發牌？發牌嘅條件同埋執法呢個其實都係屬於政府嘅權力範圍。假如政府認為需要立法，可以向立法會提交法案，經過審議通過之後就實施執行。香港實行行政主導，政府擁有制定政策嘅權力。從呢個發牌容許喺船上即撈即捕即食，又或者地上面即煮即食，以至於方便設立公司審批土地項目，政府真係話想點做就點做。歷屆政府就不斷咁強調話要拆牆鬆綁，表面公眾似乎明白佢講緊啲乜嘢，但係如果仔細分析又令人大惑不解。拆牆拆乜嘢牆呢？官員口中嘅牆都不可能喺水裏邊嘅啲魚蝦蟹佢哋即係聯手築起一埲牆，又或者喺地上嗰啲花草樹木一齊堆起一埲牆。所謂牆其實都係啲官僚一手努力製造出嚟。佢哋一邊就喺度起牆，一邊又話要拆牆鬆綁，都係嗰句說話，沒有荒誕，就只有更加荒誕。翻查翻資料政府咧其實喺2007年都已經高調咁樣講拆牆鬆綁。當時嘅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喺07-08財政預算案裏邊有一句咁嘅說法，個標題就係拆牆鬆綁。佢話我上任以嚟一直推動拆牆鬆綁嘅工作，以改善營商環境，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喺過往1年就建造、地產、食物、零售、娛樂行業嘅規管，提出咗多項簡化程序嘅建議。去到前特首林鄭月娥喺抗疫期間又講過另一樣拆牆鬆綁話，佢當時就話已經責成咗食物及衛生局跟進情況，盡量做到拆牆鬆綁，令香港嘅中醫藥有更加好嘅發展。而家嘅特首李家超上咗任之後，如果簡單睇翻佢一啲過去嘅一啲發言記錄咧，原來喺土地開發、北部都會區發展、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清拆僭建物、公屋建造、大學宿舍嘅配套嘅發展，推動無處不旅遊，話一系列嘅政策措施都講過話要拆牆鬆綁。香港真係無處不高牆，常常要繼續拆牆鬆綁。羅淑佩新官上任，人氣就真係不斷上升啦。日前就承諾話要拆牆鬆綁，令到市民旅客可以喺船上邊在水中央即撈即捕即食，就成功翻炒咗一個舊嘅話題。點解話一個舊嘅話題呢？因為政府疫情之後就搞咗嗰啲香港夜繽紛，希望搞翻好香港嗰個夜市，振興夜經濟。當時咧已經有一啲飲食界人士就公開咁講，話如果喺市集嗰度有明火煮食，食物咧會更加有鑊氣啊！
希望當局可以進一步拆牆鬆綁，可以令到夜經濟可以更加蓬勃。嗱，上環大笪地式嘅平民夜市曾經係香港嘅一個特色嘅景點嚇，即煮即食體驗不但即係吸引好多外地嚟嘅旅客嚇，香港本土嘅香港人亦都係一種日常消遣形式嘅一個部分。大笪地關閉咗之後，曾經一度重辦，但係最終就係失敗。香港嗰個城市環境好多嘅一啲嘅唔同嘅區，以至於所謂海島之間同樣具有好多有利嘅條件，發展所謂即撈即捕即食、即煮即食咁樣嘅方式。官員至今未能夠拆牆鬆綁，為市集呢個明火煮食作突破。嗰度都未搞得掂，轉移就去咗海上船上邊搞，話要拆牆鬆綁，推動呢個即撈即捕即食。如果睇翻，其實只有政府先至有權去築牆，公眾會感到困惑。官員點解不斷咁樣講拆牆鬆綁，而唔係去落手落腳去拆牆呢？李家超上任之後，施政嘅原則之一就係所謂以結果為目標。問責班子裏邊設立咗好多無數嘅一啲專責小組、工作組，由一啲高級官員領導，司長自己，以至於一啲副司長都即係頭上都好多個帽子。話咁樣咧可以加強唔同政策局同部門嘅協調。相信其中主要嘅一項工作咧就係所謂拆牆鬆綁。最終目的當然係即係提高個管治水平。拆牆鬆綁就日日講官僚一個打造起嚟嘅建築起嚟嘅一啲圍牆咧，就真係依然林立。減廢政府自己都咁講啦，要係由源頭做起。如果同樣道理嘅話，要拆牆鬆綁，拆牆係咪要先查找下個官僚架構裏邊點解有一道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嘅牆？如果搞唔清楚呢個源頭嗰度嘅話，拆牆嘅工作任務只會係事倍功半。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請繼續喺平台 comment、like、share，祝大家週末愉快，拜拜。